今天來海珠大幹圍地鐵站，帶你看這一套帶產權還有燃氣的公寓，目前已經全部現樓。映入眼簾這一套是54平戶型，客廳是做中空挑高開闊設計，整體空間利用率很高。這邊是設計了個 U 型廚房，可以同時容納2個人同時在裡面。每天做飯都是帶煙火味的，在城市感受，在老家的感受。這邊1樓2樓都是配備了乾濕分離的衛浴間，日常購物樓下就有自建的3萬平因百海港城商業，裡面有4000平的商業街，可以滿足你日常生活吃喝玩樂。還有距離小區50米就是打造的超大濱江公園，讓你每天都可以去散步。這裡是給你設計小書架，平時看書或辦公區域。地鐵站也是只有600，平時3站就可以去到沙園、剛剛樂豐廣場。如果在琶洲上班的話，也是只需要9站就可以到。主臥室的空間也是非常寬敞，輕鬆放下你的1.8米大床。